各位乡亲，咱做伙来关心天气。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甲东半部较会落雨，嘛会变较凉冷。目前咱台湾的附近有3个风台，也佫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。目前伫咧西北太平洋有银杏、万宜，也佫有结晶拢总3个风台，而且还佫有一个就要形成风台天土的热带性低气压。这款的情形伫咧11月份算是真罕见。虽然直接影响咱台湾的机会是真低，不过也是要注意外围的云系会带来雨势。今仔日东北季风增强，北部甲东半部较会有雨，温度嘛小可有变较凉冷。也若其他的所在是侪云到好天的天气。拜二到拜三，因为受到东北季风，也佫有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，宜兰甲北海岸也佫有上北的山区，拢要注意可能会上大雨。也若到拜四，整体水汽减少，气温会回升。不过到拜五，水汽会佫增加。礼拜时阵，东北季风增强，天气民众都要注意。